继续来看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针对着南台湾50间的饮料店来抽验到大肠杆菌甲总糖量的标示，再去开记者会来公布着结果，讲有28间总糖量的标示无合格，台南就占7%，另外有34间这个大肠杆菌超过标准。 饮料店的店员利用饮料，台湾人拢真爱啉冰凉的饮料。即马消保会抽查高雄、台南、屏东以临柜或者是外送的方式抽查，经过 SGS 检验，发现超过一半以上，热量、糖量标示无清楚，大肠杆菌嘛超标。肠杆菌科的一个含量的一个规定，不合格率还是有68%。根据消保会公布的资料，有34间饮料店逢查出大肠杆菌超标，前3名是米克夏。 台南花冰店大正红茶拿铁超标高达2200杯，第2名是黑龙堂屏东林心路店的红茶拿铁超标290杯，第3名是可不可蓝马 K 德贤店的熟成欧蕾超标280杯。但是如果超标量很多的话，可能会比较严重，会有食物中毒的状况。另外，消保会嘛针对总糖量、热量进行调查，发现有28间无合格，其中糖分超标，台南就占7%，高雄5%，屏东是4%。 律师嘛讲，卫福部拜年开始生效的法规，总糖量、有总糖饮料店拢要标示清楚，啊，袂当依法罚钱。治安法的规定会处新台币3万到300万的罚款。那如果你标示不实在，那会处4万到400万元的罚款。 消保会强调，业者应该把总糖量、有总热量标示清楚，嘛应该加强店内卫生，才会当予消费者一个健康的饮食环境。